量在新北市2位候选人一起来做登记。我相信这代表时代力量在新北市的生根，而且我们这2个选区不是随便挑的，汐止是原本国昌的选区，我们继续生根，由我们的赖嘉伦在地的主任4年来不断的跑，我想这个基础是非常深厚。那再来就是淡水选区，12选区不止淡水，这个非常大这个3支还有8里石门所以这边我相信2个选区的选择是代表时代力量对于新北的生根，就我前面所提到的。这一次我们的目标很简单，就是让新北市2席全上，让时代力量对于年轻人，对于我们进步改革理念，能在最大的这个6都里面最大的新北市里面有一个很深厚的基础在这里。所以今天很高兴我们有张卫航跟赖嘉伦代表时代力量的出征，不论是从民调上来看，还是我们在基层跑，我相信他们2个的声势持续的上涨。我们希望在未来50天全力的冲刺，时代力量团队会全力支持他们。今天我相信不只是登记而已，希望是一个胜利的宣言。好，谢谢。是的，了解。